下生多，父苗穷，却人那偏见君里不变卦。又能留得住称啊！袁主任啊，袁主任，你好大的客气！我毛子的倒要看一看你是怎样留称的。
娘娘，俺家你和娘娘我美与不美呀？娘娘怎样又礼上我？又礼上我？说得好，怪不得这刘承元像关公一样的冰冷啊！娘娘，此事既备，请娘娘姑母准备即将。好，走吧。娘娘，西美人不愿离章，谁有愿意呢？娘娘，这是由他去吧。准备即将，共与自由。万岁！今朝带领文武百官上山为礼，传旨今晚西山歇驾。万岁不来了。好，吩咐各自歇歇去吧。是，各自歇歇去吧。红灯落下。娘娘，你也为公歇歇吧。万岁不来了，正好。对，去找西美人，一同赏月观灯。
张娘娘，何必如此伤感呢？今日元宵，幸好万岁不来了，姐妹们正好开会欢唱一番。来，带一曲快乐些的吧，也算得苦中作乐，欢庆佳节。来。娘娘，去把那书生唤来，快去啊！是。
娘娘。快随我去吧。哎，来啊！你为我唱尽原来，请娘娘息怒。小生见贵妇花园梅花盛开，潇洒其词引人失声，不知不觉到了京来，万望娘娘施财。李爱梅花，是啊，若见冰清万八方，实在难为梅东王。年上烈士寒风里，先把晨光吐一下。莫非他是死囚？好事啊！例如当人家子弟，小生乃是西代女士毛龙之子，自配是也。毛子培，果然是他，真是啊！娘娘，贵府庭院景色不凡，想来主人定是为高雅之事。高则高义，雅则威逼。是啊，是啊。请问娘娘，你家主人贵姓？你问他主人，啥梦不起，用小生提过门生帖子，附庸风雅，给是登门扫访，也好免因宾主之礼。哦，你还要给是登门扫访？好，你听了。娘娘，他你我得起头来。内侍臣在大同名妓6,000可曾访到？都督将兵正在行房。好，尚有消息速来禀报。领旨。
子的毛子配。爱卿姓张，请的为何叫毛子配？上帝愿意估计毛于死，后人召他进来。万岁本有女子，元宵佳节与民同乐，小的无知无人欲望，尚未夫死，不料基地在此。在此相梦，兄弟水毛龙，水毛龙，水毛龙。下面富妇女子又是何人？曾家父带来的新美人。既有新美人在此，就不应该和亲弟相见。万岁驾到，不及为必。巧者顺便。左右，退下。谢主隆恩。陈茂龙，见下万岁娘娘。平身，毛卿，你看这是谁？万岁，日子再给万事。既知这给万事，为何不严加管教？朕再给万事管教，管教。毛于是，当年我在扬州卖场流落江湖，梦里将我兄弟收留，抚养成人，委屈的拜在你的恩情啊！哎呀，兄弟呀，知道基地今生难以相见，不料君大在此重逢。解脱万岁重逢啊，兄弟，快来谢主隆恩！谢主隆恩，谢主隆恩，谢主隆恩，利用送国舅参园。领旨，国舅传我来。毛于是。新美人叫何芳名？待明惠美。启奏万岁，都督将兵国外转走，大东民警6,000方到。什么？6,000方到了？真是妙言。连夜起驾大东，起驾大东。长弓杀入谁难杀？
门开张，就是叫人进去的呀。哼，万岁他与民同乐，人高。与民同乐，那是可以进去的了。哎，对呀，那才是与民同乐。真是无色不道啊！原来与民同乐是无色不道啊！小奴才，你弟弟莫把来听路，千万那娘娘将我认同吧。相公啊，恭喜你当了国舅老爷。嘿，下国舅能成几分啊？亲儿成家，我心。规矩不小，老爷你国事辛劳，莫怪到两个佛子，一笔对消。老爷，弟弟是我儿子在了。老爷，从今一日，你要为我倾吐思索。不许再去刘成元，儿下次再也不管了。宝琴，实是他到外面再去乱唱，非礼死人。小弟正义。在今朝轻轻了，包成一桌锦旗。众在共享万丈高，也要再去这一遭。
破灭清朝之辈，金元一位。谁是你？李公公，娘娘，你一个人在这里？李公公，李去兰大夫，少国舅前来。曹国舅前来。领子妈，园中耳目众多，你却得众目一趟，你要领他悄悄地进来。来大夫国舅悄悄地进来，你明白吗？悄悄地进来。那你快去呀，林子。师兄啊，
中，我是你娘娘啊，你恰是天公强娘娘在上，小生有礼。你是什么？哦，奴婢见家娘娘，你带气度来。你是慈悲，真是慈悲。今日恭维，清明在路中归。
兄情深义亲，心相牵，不枉我面绿为民，在东军从今日心动情长，自不该总怪失落激动心。为王奉命保民情，来切切鼓噪夜里龙心事。恭喜万岁，恭喜万岁！爱情啊，如果百有幸福，我望我心中有他，也有你啊，也有你。西美人，你怎么了？他儿在府外。啊，人民需用户客，太医院真有人生落用上，李勇，快去量啊！说是死于娘娘美人。领旨，多谢万岁。来来来，备鼓应举。吩咐在领旨过拜宴。领旨，不必他往，就在此拜宴。拜宴上来。
呀，不用不用。爱卿，你就唱个民间的小曲儿下句啊。万岁，你爱听民间小曲？是啊，你要来一个。你要来一个有酸有甜的。什么？要来一个有酸有甜的？啊，神气灵子。有趣啊，是有趣。好个大胆小姑娘，前世多情小太郎，可笑糊涂的老母亲，挣不到家三辈，去往一方。我来找那小情啊！万岁，你醉了？这是我醉了。是啊，万岁怎样会醉你？没有害了，真为皇。
乃是选马龙先来谢诏，万岁有旨选马龙进园，万岁有旨毛御史进园，领旨。是马龙接驾万岁，平身谢万岁。毛卿，命你写诏书一通，封张素昭为满天妃，现在诏册封为嫔妃，加封惜华妃，满天惜华妃。啊，是，你快去写呀！领旨。小内是伺候了。你，毛卿，你怎么了？毛御史，你中下了。中下了。想是路上辛苦了。毛卿，过年的大同节家有功，望封你下国公。谢主隆恩。小内是送下国公为父，领旨。夏国公，大家送礼回去。多谢公公，多谢公公。相公，请用饭。不用。相公，老爷等于放礼了。真的？是啊，老爷说明着一早送你回乡。咱们年名心常情。
去吕城园，再去吕城园，不行不行，要不然总共西妹不可及。什么？谢姑娘？谢姑娘在吕城园？是啊，她在刘城园。怪不得你早也想去，晚也想去，原来是谢姑娘在吕城园啊！哎呀，相公，我去等你俩小时哎，小时。想当初你俩在花园做女婿，我在后面看着谁，想帮你洗涤小脸，谢姑娘是你，原来是你要姑娘拜天地，我抱紧记住美人，一场百灵。事情两个在几年，陈昏君将得许妹做皇帝，眼见这有一条路，叫姑娘在我会府里。好，哦，满，那不是董之姑开玩笑吗？总算是龙潭虎月不要等等三关不着心。好，我陪你去，人多不便。我送你出去。好。事情是非允许，是相容所必。谢妹，师兄，师兄，年轻比我富贵气，但家境小，永别离。你和我不是长城留城远，哪怕他自意难平。于是我唱得出去，唱得进来就能唱得出去。
志气倒不小啊。娘娘，王公公，你到来何事？奉万岁之意，宣谢娘娘进宫。妈，谢娘娘平时人中怎能取经？你快去奏明圣上。你快去呀！灵芝。怎么了？没有什么，我有点头痛。哎呀，我看你人事惶惶，你一定有什么心事吗？说出来，我好与你做主啊。没有什么心事。真的没有什么吗？真的没有呀。哎呀，我看你啊，闷得心慌。哎，来，我来讲一个故事，请你解解闷吧。哎，你听了。一位弟子冒风雨，精妙刀向八元君，菩萨连他抬举了，是他一个小风门。弟子让他在房里扮着一个俏丫头，一天外人进宫来，那弟子家境郎多人迎风，他自也傻傻心里慌，来日bin风生发灯，山上去你忙得紧，谁知那聪明的金郎一路我与他那眼上的大野马，直到今生难聚首。想不到吕城远离京中梦，因此让我大胆几番唱风雷。原来
下辈那父亲天子出来人，一个是世子保佑，明朝生，一个是举白毛丝插红人，四杂婆情深一切是少女，张上去桥来随风浪，家归娘娘万岁驾到。在此，新娘娘平时慎重，神气带来春房，正要前来奏明圣上。哦，万岁！新娘娘是从军宫以来，有啥事且平说一声，请以容易交代，并体言言，此次带兵为身，神婚事宜，有多生意，以神出之气。还不是将他前方成功，就此君王为我最不累，空心戏子最难决，寡人自有几天赋，美人带领我做姐姐万岁！万岁呀！只听报他难消人，平日好话不便天下家里归王爷，死因问也不娘他共为云。娘娘啊，是妹啊！
妙也。无用思念待美笔，渺茫间更笑问，老公等待无计数，子女当中最可人，美人儿你过来，随王公。王妃，他是什么？他呀，万岁啊！奴婢不管随风人，我本是个苦命人，算命人说我是个大百姓，家一副要房一副，要穿几条马步裙。原生我是铁烧酒，一烧就要烧关心。爱情啊，说什么？铁烧酒来帮百姓，化身为你保护啊民。太古即刻尊旨意，杀尽天下。说明人，玄毛龙，在马龙铁甲万岁，平身谢万岁。命你写诏书一通，将天下所有名人斩尽杀尽。将所有名人斩尽杀尽。啊，是。毛亲，所有名人说他是八百姓，哎，你来看看，这样的美人儿，她像个八百姓吗？他是他是什么？他，毛意思，他真是八百姓吗？他是八百姓，他是八百姓。写诏去吧。是。万岁，这八百姓将天下所有名人斩尽杀尽。领旨，将天下所有名人斩尽杀尽。美人儿，快去更衣。我快去呀！不去。为了什么？你好糊涂，放肆！真是荒唐！你大胆！万岁息怒，待人去地去归春于他。杀贼招不从，立即死死！昏君，我李道真中光阴，前门哀怨大名，独到长生笑自己一并死死。我去，领李勇。
这就是万岁息怒，万岁息怒。请万岁顾怒。马龙，这里。难得四千同志。请入堂问死为公。宋江，神仙的金大头领，天上上的两岁英，我儿之郎长命8岁。也别可以跟你了，静静快去。马御史，娘，万岁为公去了，你也可以为父歇息了。是我的儿